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下卷第24章。约雅敬在位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侵犯犹大，约雅敬服侍伊3年，后来煞背叛伊。上主派巴比伦、叙利亚、摩押、甲阿门的游击队来攻击约雅敬，搁找因攻击犹大，要甲伊毁灭。拄则上主通过伊的仆人众先知所讲的话，这事临到犹大，实在是出自上主的命令，要将犹大的人民对伊的面前赶走。这拢是因为玛西所犯一切的罪。伊杀无辜的人，互耶路撒冷四过，拢是因的罪。这罪上主毋肯赦免。约雅敬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雅敬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约雅斤煞接伊做王。埃及王无搁出兵攻击外国，因为伊所管的地，对埃及边界到幼发拉底河，拢互巴比伦王抢去。约雅斤在位的时1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。伊的老母叫做尼互士他，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查某囝。约雅斤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老爸的所做去做。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人臣上来耶路撒冷围困迄个城。当伊的人臣围困城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嘛亲身上来。犹大王约雅斤甲伊的老母、人臣、将领、官员拢出城向巴比伦王投降。巴比伦王将约雅斤抓起来，迄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8年。巴比伦王阁将上主殿内甲王宫的宝物拢对遐摕去，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上主殿内的金器拢拔落来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。伊将耶路撒冷的人民、众首领，甲所有强猛的勇士，共10000人，连所有的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嘛拢掠去，只有留国内上爽享的人。伊将约雅斤甲伊的老母、妃嫔、官员、国内的贵族，拢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。伊阁将7000个会交战的勇士，以及1000个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，拢掠去巴比伦。巴比伦王设立约雅斤的阿叔马他尼煞接做王，甲马他尼换名做西底家。西底家在位的时21岁。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，伊的老母叫做哈木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约雅敬的所做去做。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个事，是因为上主发受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